歡迎大家收聽下山看山下，我係主持人 Timothy， 同大家一齊認真事、輕鬆講，看山下看世界。好，歡迎大家嚟到今集嘅下山看山下。咁最近呢，電影《尋秦記》係大熱啦。《尋秦記》係我哋呢啲80-90年後嘅集體回憶之外啦，亦都係華語電視圈入邊一個經典嘅劇。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呢，其中一個就係佢係算係一個穿越題材嘅始祖。咁所以呢，我反而都想同大家去睇一睇，咦，穿越時空呢個題材究竟點解會令人着迷呢？又或者近呢幾十年嚟，有冇啲乜嘢穿越時空嘅經典作品啦？又或者點解呢個題材會咁吸引人呢？咁其實喺文學或者影視創作入邊時空旅行一直俾人一個幻想啦，同埋嚮往。如果能夠回到過去改寫一啲人生嘅選擇，或者去睇一睇未來一個未知嘅世界呢，咁其實大家都可能會好有好奇心。正現代人對時間旅行呢個幻想啦，咁我哋其實都寄託住一個改變命運啦，或者探索未知嘅渴求。可以諗一諗如果我哋可以選擇重新嚟一次，個結果會唔會係咁呢？呢啲蝴蝶效應嘅改變，令到可能改變歷史或者改變未來一方面亦都加上每個人人生仲有啲悔恨或者遺憾，咁所以令到大家對於穿越時空嘅題材特別感興趣。其實都唔使講啲咩特別題材，其實諗翻大家細個睇叮當睇哆啦 A 夢，最記得梗係哆啦 A 夢喺嗰個櫃桶出嚟嗰部時光機啦。當然啦，本身叮當已經係一個時光旅行翻嚟嘅一個代表人物啦。不過今日我就唔係講哆啦 A 夢或者叮當啦，就講下其他唔同地區經典嘅穿越時空題材小說或者影視作品啦，比較下佢哋喺文化上面嘅差異啦，包括命運觀啦或者歷史倫理觀嘅敘事手法啦，當中加入一啲嘅觀察啦。希望大家可以再了解多啲關於呢個穿越時空嘅影視題材嘅。首先第一個我自己都非常係喜歡或者細個睇到好着迷嘅一個電影，就係美國嘅回到未來系列 Back to the Future。第一集就係1985年上映嘅一個好經典嘅科幻喜劇啦。咁主演就係 Michael Fox 啦。咁故事呢，就設定喺1985年嘅加州啦。講述一位少年人Marty McFly 無意之中遇到呢個古怪科學家布朗博士發明嘅一個跑車型嘅時光機。咁當中穿越咗翻到去1955年，翻到過去佢意外咁樣遇到自己嘅父母亦都令到自己父母呢冇緣按住本來嗰個歷史呢去發生愛情。令到嘅呢Marty 發覺自己會唔會有機會佢會消失呢，改變咗歷史。咁為咗挽救呢個未來呢，佢就設法讓年輕嘅時代呢父母去相戀。咁同時間呢亦都揾到方法啦。最後好記得嗰一幕大家睇翻啦，未睇翻到翻去1985年嘅原本時代，當中嘅電影情節亦都有好多玩唔同年代嘅文化嘅唔同啦，譬如會聽唔同音樂啦。咁全套片亦都用個輕鬆嘅手法啦，去探討時光旅行嘅一連串嘅唔同喜劇嘅衝突主題主要都係講話如果改變咗過去會點呢嘅有趣想像。最後古仔令到最後男主角成功修正咗歷史偏差啦，不單止令到個父母正常咁樣去按住歷史去修成正果，而且反而更加改善到原本佢1985年嘅家庭狀況。佢翻到現代嘅時候，發現哇，父母變得更加開朗啦，更加有成就啦。最好笑呢，原本恰佢嗰條友呢，就反而變咗老實人。咁當時呢係大賣啦，咁亦都係成為咗美國歷史上個電影經典啦。咁之後呢亦都有兩集嘅。
其實第二集咧都非常之好睇，因為咧佢係講述咧唔係翻以前啊，係去到將來啊，將來三四十年後嘅將來。咁呢嗰套第二集嗰套電影充滿住對當時嘅人對將來嘅想像。好記得當時啲車係冇轆啦，而且最經典其中一個就係一個飛行嘅滑板啦。因為講當時嗰個男主角都係會踩滑板啦，但係佢去到未來嘅時候，嗰啲滑板冇轆全部都飛起。但係好搞笑就係當時講嘅未來其實就係而家2010幾年嘅時候，但係嗰啲嘢冇發生到㗎其實。但係有啲嘢係成功預言咗，譬如用而家個 screen 好多 screen 嘅 device 啊，又或者一啲人工智能上嘅嘢啊，有啲預言咗，但係交通上面好似都係冇佢哋想象中咁發達啦。而第三集就我記得係有啲複雜嘅故仔，咁其實麻麻地第三集，其實最經典都係第一、第二集。咁回到未來最主要嗰個 cultural DNA 係咩呢？就係講述一個信念，就係個人嘅勇氣同智慧啦，就可以扭轉乾坤，同埋創造一個更加好嘅未來。第二套想講呢，就係中國大陸嘅《步步驚心》呢套電視劇啊。咁呢個呢，就係女作家桐華嘅同名小說改編啦，喺2011年嘅電視劇嘅。咁故事講述一個嚟自21世紀，即係正常我哋呢個年代啦嘅白領女仔張曉有一次觸電昏迷，咁靈魂呢就穿越到清朝康熙年間啦，咁就附咗個靈魂就附咗一個滿族少女叫馬爾泰若曦身上。咁當初若曦翻到古代對呢個滿清宮廷，梗係覺得哇非常之震撼啦。咁亦都諗方法翻現代嘅，可惜就唔得啦開頭。咁隨住時間嘅推移呢，佢就慢慢亦都適應咗古代嘅生活啦，亦都捲入咗清朝王子爭位嘅權力鬥爭啦。咁亦都經歷咗幾段嘅愛情。由於佢知道歷史嘅發展啦，佢都試圖去作出一啲嘅方法啦，去避免一啲佢知道嘅悲劇發生。但係命運冇因為咁而改寫。結果每一次干預都引發起一個因果循環，令到佢知道嘅歷史係依然發生，甚至係佢自己成為引發一個悲劇嘅原因。咁若曦就漸漸明白到歷史其實係個大趨勢係好難扭轉，即使佢知道結局啦，盡全力改變啦，但係仍然會發生嘅。咁到故事後尾就佢睇住佢心愛人啦，捲入咗皇位之爭嘅宿命結局啊！咁佢自己亦都身心交皮咁樣去病逝於喺古代。結局嗰陣時，若曦就醒翻嚟現代啦，發現清朝歷史冇因為佢而改變啦，好似發咗一場夢咁。咁呢一部劇呢，好細膩咁樣描繪咗佢哋嘅感情啦，同埋對宿命嘅探討啊！其實《步步驚心》亦都係引發咗當時中國大陸對穿越劇嘅熱潮噶。跟住呢，就係講喺日本啦，日本有一套電影就係《穿越時空的少女》。咁其實呢，佢個原作呢，就係1967年發表嘅科幻小說啦。咁最廣為人知嘅版本亦都當然係2006年嘅動畫電影啦。咁故事講述東京下町一個高中女生今夜真琴啊，佢喺學校嘅理科實驗室，就唔小心倒瀉咗一樽好似薰衣草嘅嘢而暈咗。咁之後咧，佢發現咧係擁有一個時間跳躍嘅能力㗎。咁咧當初咧，佢不由自主經歷咗一啲時光嘅倒流啊，可以一日好多次重複咁樣，好似時間輪迴咁樣。咁但係咧，佢慢慢咧就掌握到呢個能力啦。咁一開始咧，佢好興奮咁樣利用呢個能力咧，去滿足一啲生活嘅小願望嘅，即係譬如返學唔會遲到啊，考試係咁重考攞高分啊，咁又或者係咁樣重複去時間倒流，去時間跳躍啊叫做，咁可以食佢中意食嘅嘢。但係原來佢發現啊，佢利用呢個能力係有啲代價，其實有負面嘅影響。佢每次雖然可能利用呢個重置時間令到自己獲利，但係其實呢，會有一啲人呢係會遭殃。咁開始呢，就發覺唔可以繼續濫用呢個能力啦。
咁啊，到故事中間啦，佢開始發現到自己個手臂咧係會出現數字嘅紋身，先至發現原來呢個咧唔係無限嘅，係有限嘅一個次數。喺後來一場嘅意外入邊啊，佢利用咗最後一次嘅時光倒流能力咧，都唔可以阻止個悲劇。可幸呢，就係關鍵時刻，佢嘅好朋友啊，原來係一個真正未來人呢，現身啊，暫停咗時間，同埋話翻俾佢聽呢，原來呢，佢係來自未來嘅。之前佢執到嗰樣令到佢可以有時間能力咧，係佢個時間裝置。但係呢位未來人咧逗留得太耐啦，佢一定要翻去原本嘅未來時空。咁同埋佢話翻俾女主角聽呢，佢已經用咗佢最後一次嘅時空跳躍咧嚟挽救呢個悲劇，所以呢，佢冇辦法再停留啦，記憶亦都抹去。咁所以令到女主角體會到咧，時間其實都係無常同珍貴。亦都明白咧，其實都要珍惜時間。到故事最後呢，嚟自未來嘅另一個主角呢，就對女主角就留低咗我喺將來會等你嘅約定啊。咁而女主角呢，亦都決心好好面對自己嘅時間同將來。咁呢套穿越故事呢，係聚焦個人情感同成長啦，係體會到時光旅行之中啊，其實有啲嘢都唔可以重嚟嘅。比較咧着眼咧個人感情啦，或者個人成長啦，呢種細緻嘅個人描寫咧，就同之前講一啲譬如回到未來講對未來嗰個世界好多想像嗰種係有啲唔同嘅。咁另外一套呢，就係想講下韓國嘅色奴。咁呢套劇嘅特別之處呢，就唔係好似之前提及話本身個人物呢係成個人咁樣穿越時代，而係利用咗一個跨時代嘅無線通話嘅設定。咁故事就講咧，年輕嘅刑警朴海英咧，有一次無意之間執到一部好古舊嘅對講機，竟然聯繫咗一個幾十年前一個作風獨特嘅重案刑警李在漢。咁佢哋就咁樣咧，跨越古今咧，就利用無線電咧交換線索啦，去一齊去調查多年未破嘅懸案。咁亦都試圖改變一啲悲劇嘅事件。最精彩就係呢套劇呢，就取材住好多韓國現實中嘅社會事件，令到呢套劇呢更加有投入感啦，同埋覺得寫實嘅。咁隨住劇情嘅推進呢，咁主角就發現，當每一次改變咗過去一啲案件結果呢，其實對未來嘅現實呢係會有連鎖嘅反應。例如救翻一個原本受害嘅人呢，但可能會導致另外一個無辜人遭遇不幸。呢一套劇咧好講咧，改變歷史係需要付出代價嘅主題啦，亦都好多人會提及一個蝴蝶效應嘅概念啊。任何嘅過去嘅干預咧，都會引發一啲其他嘅後果。咁《色奴》呢套劇咧就以嚴謹啦同埋複雜嘅劇情咧為名嘅，好側重討論呢個時空嘅倫理問題啦，同埋因果報應。如果俾一個改變歷史嘅機會啊，究竟係彌補遺憾啊，定係引發呢啲更大嘅災難呢？而劇入邊啊，不斷咁重複提出個問題啊，係令好多人睇嘅人去反思。咁所以《色奴》呢套劇啊，令到韓國啦或者其他地方啦，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收視啦，同埋好評。咁另外香港嘅代表啊，梗係《尋秦記》啦。咁但係《尋秦記》就唔講啦，喺度大家可能睇過未睇過，強烈建議睇翻40集，同埋入翻戲院睇《尋秦記》嘅電影版啊！我覺得身為香港人應該要睇翻呢套經典啦，同埋為香港有呢套電視劇而感到驕傲嘅。因為呢套《尋秦記》啊，其實對整個華語，無論中國大陸又好，台灣或者東南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嘅華人圈入邊啊，都係一套非常之經典啦，同埋代表一代人嘅青春，所以建議大家去支持啊！有趣嘅係啊，即管係時間旅行呢個係好受歡迎嘅題材呢，咁其實呢，每個地方又或者因為基於佢個歷史文化啦，對呢件事嗰種態度啦，或者敘事手法呢，係有佢嘅差異嘅。譬如啊，究竟對於命運嚟講，究竟係會樂觀啦，定係一個宿命論呢？咁啊，究竟可唔可以改變過去？呢個係好重要嘅命題啊！西方嘅電影就會比較會有一個
比較樂觀開放嘅態度啦，而反而亞洲嘅作品呢，普遍係覺得係宿命論多啲。譬如講到回到未來啦，咁其實雖然係一個線性嘅套路啦，咁但係啊，只要個主角係有佢嘅方法啦，或者有佢嘅勇氣啦，就可以扭轉到未來。頭先講回到未來，佢不單修正翻歷史，而且可以更加令到變好添。咁但係亞洲嘅作品咧就比較傾向咧係不能改寫或者係不可逆嘅。例如《步步驚心》入邊啦，佢雖然知道晒歷史嘅走向啦，好想扭轉呢件事啦，但係最後都改變唔到呢個四爺登基嘅，甚至係因為過度干預啊，而好似跌入咗個宿命嘅循環。呢一種宿命論啊，其實好深受一啲嘅儒家啦或者佛道嘅思想影響啦，因為好強調因果報應啦。呢一種嘅文化背景咧，亦都咧體現到喺呢啲穿越嘅故事入邊。所以亞洲嘅角色咧，好多時咧就唔可以亂咁改寫歷史嘅，只係可以喺個大趨勢下邊咧，盡力改變下一啲自己同身邊嘅命運。但係反而咧，西方比較着重個人啦，傾向咧塑造主角成為歷史嘅改革嘅主體，可以大膽咁改變咗歷史同埋世界嘅走向。當然啦，呢個係好簡單嘅二分法啦，咁事實上唔係咁簡單啦。咁啊，當然隨住時間嘅發展呢，咁其實近年嘅西方嘅古仔都開始探討啊，點樣呢啲時光旅行呢，其實嘗試改變歷史之中嘅限度啦，或者代價，甚至啊，其實啦，有對呢個時光旅行嘅論述咧，有好唔同啊！尤其西方自從 Marvel 開啟咗多元宇宙呢個 concept 之後呢，嗰種改變歷史而付出代價嗰件事又好唔同，因為會衍生唔同多元宇宙嘛，所以會有啲唔同咗啦。另外啊，東西方呢嘅創作呢，亦都有唔同嘅強調，因為西方始終比較強調呢個理性啦、科學啦，所以譬如以前回到未來嗰架跑車呢，有好多科學理論喺後邊嘅，即係偽科學理論啦，即係好似有一啲理論去支撐個時光旅行。咁另外表者啦，就好似 Marvel Avengers 咁啦，最後講點樣量子領域啊、穿越啊、咩馬比烏斯環啊嗰啲理論，有好多唔同理論去支撐個時空旅行。咁但係亞洲有啲唔同啦，可能係好突然嘅咁樣，又或者靈魂出竅嘅。雖然尋秦記都用部機啊，咁但係嗰部機壞咗啊嘛，咁即係亦都有意外咁樣去穿越咗嗰個年代。咁相對嚟講就冇好深究個科學原理。咁另外啊，側重點同風格咧亦都有唔同嘅，即係西方嘅題材咧就會比較多喺冒險啊、拯救世界啊、拯救家庭啊等等啊，有啲英雄啦或者拯救世界嘅橋段啦。但係亞洲嘅穿越故事咧，尤其是日本同韓國咧，會好講求自己個人情感啦，同埋心理嘅成長嘅。咁就好似穿越時空的少女咁啦。咁啊，西方嘅觀眾可能期待一啲天馬行空嘅冒險啦，或者英雄啦。而亞洲嘅觀眾咧就比較着重角色嘅內心情感啦，同命運交纏嗰種共鳴啊。咁綜合嚟講啊，咁穿越時空嘅題材之所以啊一路都係咁受歡迎咧，除咗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啦，好多唔同想像力加入去之外呢，亦都好反映人嘅一種心理投射，譬如對現狀嘅不滿啊，或者對歷史嘅情懷啊，或者對未來嘅憧憬，咁就希望透過穿越嘅情節呢去滿足到。咁另外啊，呢種題材所以吸引呢，可以提供咗一種 what if 啊，即係如果當初係咁嘅，咁之後會點呢？因為人往往都好多時為自己過去而有遺憾噶，咁所以啲穿越橋段呢係充滿住人生唔同選擇啦，同埋後果嘅哲學探討。咁但係啊，呢啲故事亦都提醒我哋啊，我哋當下走每一步其實都好重要嘅。咁即使啊穿越現實中當然暫時實現唔到啦，但係起碼都提醒翻我哋啊，要活在當下啦，同埋少留啲遺憾啊！
唔好俾將來自己有太多呢啲當時如果咁就好啦嘅感慨。咁呢，今集呢就講咗唔同嘅文化穿越故事啦，同埋一啲嘅差異啦，一啲比較啦。咁相信大家對呢個穿越時空呢種題材去多咗一啲了解嘅，咁就希望大家會更加了解啦。到最後啊，大家不如諗下啦，如果有一次穿越時空嘅機會啊，你最想翻到邊個時間呢？翻到去又會做到啲咩呢？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講翻以上資料都係嚟自網絡取材嘅資料，可能有誤差，請大家自行判斷啦。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歡迎繼續收聽下山看山下，我哋下一集再見。如果大家中意聽小弟或者支持小弟嘅工作嘅話呢，可以去到我哋嘅 IG 啦，又或者而家呢個平台嘅頁面上面亦都有條 link 啦，可以請我飲杯咖啡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小弟嘅創作啦。好，係咁多，再見。